Hello， 呢度係打麻雀有小有靚九同。OK， 我想知道行正清嘅朋友有幾多？舉下手，真係超級多人。碰咗先，可唔可對9萬？咁咪單隻一筒360選達碰過入個叫碰叫啦，一個正張嘅2萬。哇！上家9張落地，我肯定摸咗藍，我唔夠膽啊！唔可以因小失大啊！你跳怪先跳舞啊！你睇睇。OK， 字幕13隻馬嘅，我先跳舞都未同我第二鋪打隻9索先。啱數又要俾埋有啲。可唔可對東？而家坐等碰。哇！卡窿5萬。對家公降1索。有資格好，咁要拆咯喎，拆啦，求其揀㗎咋，我唔想拆啲對啊。好，咁而家叫啊，隻5索。我自己打入去嘅隻5索。暗降4索先。哇！尾牌南風帥 ，OK， 13隻馬嘅都係。第3鋪。碰，打6筒，而家再碰多個叫胡，碰叫啦，一個正張2、5萬嘅都係。對家驚上家吊詭。OK， 2萬。好孖8啊，16隻馬。最後一鋪。哦，摸砍6萬，咁而家抬轎。哇哦，偏張3萬，咁而家叫啊，單調1索。哇，2索食先，真定假啊？好彩都食返啊！哦
OK，13隻馬㗎吓，點讚接 point 啦，拜拜。